首先，兩位阿 Sir 介紹下自己先啦。我係督察温子樂。見習督察嗌蛇啊！想問下呢個打交事件嘅事情起因、發展經過係如何㗎？嗱，事情起因呢，就係我哋接到 control 嘅一個線報啦，就係一名女性就挑釁警方，然之後呢帶咗我哋去一個工地嘅時候襲警，襲警完之後呢，佢哋逃脫，逃到嚟呢度聚集，然之後演變成呢個打鬥案嘅事件。唔知係邊位女性呢？有冇話啲咩特徵咁㗎？佢係揸住一架兔仔唔係貓耳仔嘅波子，車上面帶有 Kurumi 塗裝嘅。係咪淨係知道車身特徵咋？有冇話係啦，嗰冇錯。位女士嘅衣着啊？女士，我哋因為未查身份證，所以未知道佢嘅身份。你等等啊，麻煩離開啊！有風險線範圍，黐線嘅，邊個知啊？將會進行逮捕。邊個知啊？落咗公告㗎啦。邊個知啊？等等啊，呢個係第一次電擊槍警告。我邊個知啊？先生，車立即停車，立即邊個知啊落車。？邊個知啊？收爹啦！呢個死白老係第二鼠！次。阿 Sir，交通部以後專見到佢就優先對待佢啦，我哋。打鬥事件嘅結果係如何啊？即係可能傷如果係由人警數咁樣方大勝啊，對倒地人方數有冇啊倒地人數有8名，警方倒地人數有4名幾打幾㗎？今次係，10打10。對方倒地8名，咁另外嗰2名係逃脫咗。係啦，逃脫咗嘅。方面有冇邊位警員係特別出色，想表揚一下咁呢？咁啊，個個警員都十分出色啊！冇特別啊！咁啊，今場主要嘅 I.C. 咧都係阿龍少廷上啦，龍少廷翻咗局處理啲疑犯啊。咁啊，可能讚揚下 I.C. 啦。同埋另外有特別想表揚下樂世優 Sir 喺呢個打鬥方面都十分出色嘅，因為我有目睹佢打鬥嘅情況嘅時候，佢成功打倒一名疑犯。打到一名係疑犯嘅短時間內打到一名疑係犯。啦。有冇特別嘢想同呢啲幫派成員講啊？好啦，唔好隨便挑戰警方嘅實力，只要你哋肯打，我哋啲警方一定奉陪啊，並將你哋一網打盡啊！咁都係對於呢個犯罪啊，絕不姑息啊！佢哋將會以呢個襲警罪去判刑嘅。咁啊，最基本就都係傷害公職人員啦，咁就12,000蚊7個月嘅。咁如果係有份打到呢個警方嘅，即係嚴重傷害公職人員咧，就可被判罰款15,000蚊為12個月嘅。我哋都冇咩問題啦。好，唔該，辛苦晒。喂，辛苦晒阿 Sir。